最后几分钟了，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我们不想听。这儿现在是我说了算。西塔死了以后，我一直想找个搭档，回到车祸那天，改变我姐的路线。所以我来到归都，找到程小石。我比你陆光更先找到他。程小石被余档老板暗算那天晚上，我一直在跟着他。就在我要出手的时候，你陆光却冒出来了。他们已经走了，你也走吧。你们说，要是那一天救下程小石的人是我，而不是陆光，这一切会不会变得太简单了？程小石会成为我的新搭档，当然了，这是我的首选计划。他不是喜欢做英雄吗？我就让他做到头。等他听我话了，我就让他去做救我姐的任务。